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间有一间叫做就规公司，叫做宝得利的公司，负责人是张雅丽。过去政府开放着中国客来台湾自由行的时阵，捌来创下一间店一个月业绩超过3亿。伫个业界有一个外号“购物站”的天后，讲伊涉嫌伫个2017年透过金主甲人头炒公司的股票，赚3000多万。台北地检署分12个线路来搜索，透暝甲12个涉案人问口供了后。张雅丽是以80万来交保，这真正是晓摆无落魄的句，甲当年红煞煞真贵气真青呀比起来，即摆是拢消风密秋咯。董事长要不要澄清一下？有操作股价吗？拢无讲话，伊是有购物站天后之称的宝得利总裁张雅丽，因为涉嫌和金主做伙炒家己公司的股票，予台北地检署约谈。公司的发言人姓林的查甫人面对媒体问题，拢无回应。检方调查张雅丽2017到2019年，涉嫌透过金主王先生驱小姐和人头，利用相对身高有悬压价手法炒家己公司的股票，当时股价对大股19起价40块。第二阶段用操作股价手法，2摆操作总共赚3000万。检方总共约谈涉案12个人，伫昨平分12路搜索住所公司。雅丽，这位就是每日的今日状元。56岁张雅丽是头一位创设中国客购物站的人，过去上网络节目分享创业秘诀，以互人贵妇的形象，即马所发生炒股案风波。伊先后嘛因涉犯证交法以80万交保，公司发言人林先生50万。另外涉嫌盗炒股票的王先生和曲小姐分别以25万和20万交保，只是首创中客一条利用真出名的购物天后，即马煞因为炒股票来赚钱，嘛互外界拢真歹相信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